好嚟咗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係呢隻快樂高級欄第4啦，橙衫就係呢隻勁沙塵啊，外邊第5座嘅街燈啦，中間第6黃衫凡凡有餘啊，埋邊啊精算謀略，出邊呢就龍城強將啊，後邊3匹馬深紅紅咁啊棗紅衫尾3嘅，嗱晚晝尾2啊街福區啦，掟大外檔係博愛先鋒嚟㗎，好啦正着直路啦，前面快樂高球佔先嘅，有型人開始追佢啦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橙衫隻勁沙塵追啊，中檔上中嘅凡凡有餘啊，響入邊偷位仲有精算謀略啦，後呢個馬匹深紅紅亦都係中檔上緊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嗰隻有型人啊，勁沙塵開始追佢，中間位置嘅馬呢仲有深紅紅啦，後無來者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凡凡有餘啊，最後100米到勁沙塵拋離對手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有型人，出邊後無來者，咁啊中間夾住係深紅紅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勁沙塵都係拐埋一邊腳啊！但係今場賽事都跑到啱晒，貼晒欄，慳晒位，直路上面掟甩對手贏馬，跑第2名，埋邊有型人，出邊後無來者，咁啊中間追上嚟呢係深紅紅啊！